髮係黑色嘅。咦？點解你今日着運動衫嘅？你睇下，我哋都好中意打籃球、跳繩同埋跑步㗎。我哋仲有去睇書添。同學仔，你知唔知道我哋啱啱有嘅元素係咩啊？啱啦，就係今個月嘅德育主題，喜愛學習。其實除咗中英數常每一科之外，運動、做實驗或者其他活動都可以係學習嚟㗎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探索同埋睇下、留意下身邊發生緊嘅事。拜拜。